为着要提升台湾的生育率，劳动部有提出企业托育的补助新制，让劳工会当来兼顾家庭甲工课，唔免为着要照顾囡仔来离职。希望透过新的政策来加强工课场所托育的条件。新的政策按算对5月初1会开始实施。台湾即马囝已经愈生愈少，为着要提升生育率和解决企业欠人的问题，劳动部提出企业托育补助的新制，要对5月初1开始施行。劳动部表示，政策会对3大方面来做，包含降低补助的条件甲年限，提悬补助的金额，嘛互有限的企业通好永续经营。只要企业愿意为劳工的育儿或友善职场来跨出一步，那政府就愿意大力的来支持。劳动部表示，新的政策囡仔无限定，一定要送托育机构，才通好申请补助，提悬每一位劳工育囝的补贴金额，含已经有设托育设施的公司补助，上侪补助100万，嘛取消250人以上的公司设托育服务，干那补助6年的限制等等。有民团表示支持新的政策。安尼劳工嘛较愿意留踮企业，民团建议申请补助的流程也会使改善配套。劳工跟雇主事实上就是2个轮子，少掉一个一定偏，所以企业呢一定会想如何照顾劳工。那政府有这个政策的话呢，企业更愿意踏出来。例如说12岁以下的小孩的托育，我今天企业只有1-2个，但是如果我们的附件有关系企业，或者是在同一个产业园区里面，我们知道其他也有这样，那我可能就会更不会再犹豫，或者说我可以加入他们这样的计划一起去申请。那这样也能够让整个中小企业在落实的加速跟参与的加速上面，进而再点一把火哈。劳动部表示，未来也会和卫福部甲教育部斗阵合作，整合资源来打造更较友善的职场环境，让劳工通好安心育囝。记者陈心彤、王志光台北报道。